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长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魏小雨18关车轮战上周开打，目前开战2回合1胜1败。第3战，魔王表现惊人。今天唱这首歌唱得非常好，你的真假音转换很棒。后面还有超强魔王。我已经抓不到说有谁可以唱得比你更好。小雨还发生演唱失误。你为头到尾，你的音根本对不上老师的 key。第4回合关键，对，就是拢爱赢。因为第4回合如果再输，我们就是第4回合就结束。小雨的最后一个成绩，评审请下分说成绩。魏小雨18关即将终止。欢迎收看《超级华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承宪，我是许志豪。车轮战下半场加气克，加油啦！加油啊！真的看咱的这部真正心中啊就大了的啦。来，小雨自己要稳住以外呢，观众朋友爱有一点用。去小雨的这个粉丝页，你个留言哦，每一则留言都可以给他产生很大的力量啊，催泪他们。大家一起帮小雨加油啦！比赛进前，咱先来介绍评审团，头一位是陈子红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荒山亮老师。刷落来是偶像族卫冕者宋家珍，宝座候选人邝泽东，也有登顶来闯车轮战的魏小雨。偶像组的卡位赛有请卫冕者家珍姐宋家珍，宝座候选人东邝泽东换位置了哦，哇威呀！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泽东。大家好，我是家珍。东东的爸爸很严格，对不对？对，就是我爸爸从小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人，然后，我在家话也很少，所以我就很少跟他说话。就好像有一次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在第2个班级，然后我就考了3次第1名，然后隔1年就去了第一个班，然后结果就倒数，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来学校，突然就是校长室报告我的名字到校长室一趟，结果他找了校长跟我所有科任开一个检讨会，开了4节课，所有科任的每个老师也都去。对，然后那这些老师下午都没课吗？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同学就跟我讲，谢谢都不用上课4节。因为都被他爸爸找去开会，开了4堂课啊。所以都下午都放假就对了。所以爸爸帮他们上了4堂课。没有检讨啊，没有。那你跟你爸爸还有什么特别的、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在你成长过程？大学的时候，就是他看到我对唱歌很执着这件事情，他就突然变很乐观跟开朗，就是好像换了一个人、一个灵魂的感觉。你来台湾这件事，他是很支持你的。对，就是这次回去，他就跟我说，家里的事你都不用担心，你好好唱歌。天哪，你会不会不习惯？你原来的爸爸跑去哪里了？对，就是中学的时期都是不行的，换了个灵魂。那如果像这个礼拜你从宝座上下来，爸爸会不会找4位老师开会？制作人、主持人也要。一聊就聊，我们录影赶时间呢，应该不会聊很久。最多就是交朋友，也不会开会。大家交个朋友，对不对？哪有那么粗鲁的？一来就开会检讨，是不是 ？OK 哈。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今天唱这首歌就跟我爸爸有关系，就是叫《一起滚老北》，就是我不擅长用言语跟他表达我的感觉，就用唱歌的方式。好，那家珍呢？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建伟老师的《七婚的金瓜》。这首歌其实是想要唱给我的阿公听。阿公还在吗？阿公已经过世了，他在我小学大概2、3年级的时候过世的。然后他在我爸爸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的关系，就进了疗养院。我们每年跟他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
因为不多，所以更珍惜啦。然后因为他的记忆是停留在他进疗养院之前。然后我跟我姑姑长得非常像，然后他就一直叫我就是宝贝女儿啊之类的。然后因为我阿公他不会讲国语跟台语，所以我就因为他，所以才学客语。今天这首歌想献给他，然后让他知道说，我想唱这首歌给他听，然后我也会客语了。然后还有一个很悬的点就是，他其实因为刚有讲到他的记忆是停留在以前嘛，所以他后面是到已经意识有点不清楚，就是不是没有醒来，是会错乱。然后爸爸就跟他聊天啊，跟他聊我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刚第一次上红人榜的时候，你小时候来的时候，对对对，然后爸爸就跟他讲，可是他不记得有我的存在，然后可是爸爸就放了我在红人榜的影片，然后他就有共鸣到了，他就有意识到说，就是他有一个孙女很会唱歌，是，对，所以当语言已经没有力量的时候，别忘了还有音乐的力量，是对不对？好。今天的刺客是来哦，来了一位很年轻的妹妹，她会唱歌，还会跳舞，掌声来欢迎清新女生吴淑贤。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的吴淑贤，我今年15岁。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台语歌的？从还没有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常常听妈妈会唱台语歌，然后就听一听就会了。哦，那你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吗？对。哦，那你为什么没有来参加一家人擂台赛？那时候原本有要，但是因为我们唱歌的风格不太一样。哦，妈妈的风格是什么？我好奇耶。你可不可以用哪一个歌手比喻一下妈妈的一个形容词，简单的？张雅文老师。OK，妈妈是雅文老师的所以演歌演歌是属于比较柔和的啊。那你有其他的才艺的学习吗？跳舞跳多久了？大概10几年。哇，就是从民族舞蹈、芭蕾啊这样子吗？全部都跳？我幼儿园有学过芭蕾，然后国小是民俗，国中是街舞跟 K-pop。那你可以示范一段吗？可以。可以哦。掌声鼓励一下。拿麦克风。来。偶像组宝座大乱斗，3人展现个人特色拼胜利，挑战者甜美嗓音特色鲜明。候选人情感真挚，表现亮眼。卫冕者技巧细腻，实力惊人。3位都很好，你们都是新生代，让我觉得看到恁未来舞台的迄个情景的囡仔，3位都非常棒。3人激战，谁能脱颖而出？为我们带来什么表演？G IDOL 的 Collection。掌声鼓励一下。拿麦克风。来。哇，很完整哎，而且哇，他整个表情青春洋溢，年轻真好啊，真的是好想让你赢哦，我没有办法打分数。我突然好紧张哎。怎么说？因为他将来如果全世界爆红，然后剪出这段照片，我没有穿礼服。你担心的太远了，太远了。OK， 好，那你要唱什么歌吗？李亚莎的《露水》老醉为什么会选这首？是你自己选的？你喜欢？比较适合我平常在唱的风格。OK， 很有想法。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偶像组的比赛。
种气味，不免用来听。你亲像风无依无依，吹入你我的相片，变成梦中的印记，梦中花香味。一啖露水陪你开暝，天光就要离开。我若不是你的花开，免熬我到三更。一啖露水闪闪烁烁，天光就算无你，露水袂干，雨花点点开，无你的世界我会家己随风我大吹袂散，露水美丽形影，就算我对路无声，花开在等我。一啖露水陪你归暝，天光就要离开。我若不是你的花花，免熬我到三更。一啖露水闪闪烁烁，天光就算无你，露水袂干，雨花点点开，无你的世界我会家己随。家己随。家己随。谢谢吴淑贤。接下来邝泽东带来的歌曲是《一起滚老杯》。邝泽东、宋家珍战局缠斗不休，宝座攻防一来一往盖气给。今天两人情感大对决。会让我觉得眼睛一亮。从头到尾，好感动。东东家珍，谁能坐上宝座？哇哦！调白少年家歌上比无几回，头苍西装坐坐，几十年日子拢安尼过，身疲劳破背。虽然真咸价有时会空羞愧，上惊。伊发心地，我会记伫中甲伊无讲几句话，其实是有陪伊啉一杯茶。点点为着加风雨做伊是阮老爸，看伊吃的穿的拢嘛无偌多，早顿一碗糜，若出门日相会，敢有好好照顾你身体？头苍渐渐要风中吹，伊是阮老爸，若无伊来牵的阮的背去底，幸运阮一个，阮不是无人的，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点点为着加风雨做，伊是阮老爸，看伊吃的穿的拢嘛无偌多，早顿
一碗糜，若出门一双眼，敢有好好照顾你身体？来写一张批寄予你亲爱的老爸，你的这片苦心，阮会当体会。咱自喊一个，大声讲一句话，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谢谢邝子东。接下来宋家珍带来的歌曲是《青春的金瓜》。一头年去条街，老老的下晡，点头翘一块花布，牵阮看海开路，三五厝边话袂停。宝孙啊念经，阿嬷行入伊的梦，不知当时情是伊留伫遐，做你亲像电影半半。有时无声，敢是青春的小软？日头落山，伊会记得落伫倒位啊？嘛，我的命，阿嬷你敢会记起我？念伊家红，念伊少年时，笑煞目屎甘爱意，定定看对天边彼边去，我哪会对你面情思念你？伊留伫遐，做你亲像电影半半。有时无声，敢是青春的小软？梦行行，黄昏的路若行若孤单，有声无影，彼首青春的情歌。谢谢家珍。那个爸爸也要卫生纸。爸爸要一包，哎，爸爸量比较多。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淑贤老师好。你今天站在舞台上所有的展现，不管你的舞蹈的完整性，还有你唱歌，虽然有小小的紧张，因为第一次嘛，可是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一点是，李亚莎的这首《落水不好唱》，是因为它的气氛要从头 hold 到最后。你既然15岁囡仔尔，你有法度很完整的表达他的情感。虽然说有几个字呢，小小的娃娃音啊，难开难开，可是那个感觉就是青春啊。然后你这么小的年纪，你竟然能够
从头到尾能够诠释这个味道都没有变掉，我觉得你很厉害。谢谢老师。哦，我觉得你真的很棒，而且你值得栽培，真的你有那个天分。好，来家珍，老师好。当情感满到一个点，你能够 hold 住，这最厉害的。最后的一句青春的敬畏，没有很完整把它唱完，但是你却用哽咽的歌声把它做一个结束，我觉得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今天3位都很好，你们都是新生代，让我觉得看得到未来，看到恁未来舞台大舞台的迄个情景的囡仔，3位都非常棒，加油！谢谢老师。好，马上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东东，老师好。东东，听完你讲爸爸，然后再听你唱这首《一起温老辈》，我觉得蛮感动的。我觉得你的口技也拿捏得很好。那今天这首歌你也运用了你最近这阵子以来，我们一直在提醒你的东西。你有一些气音的唱法，那你又有一些比较张力相对比比较重的一些口气。我觉得这个是你慢慢的在这当中每一首歌里面慢慢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样子。好，那是我今天也给你不错的分数啦，我觉得你还是要继续加油，好不好？谢谢老师。好，然后家珍，老师好。我好感动哦，对，然后我觉得，当然我们唱歌就是另外一种模式的说故事。好，那你既然有故事，而且又有这么适合的歌让你唱，而且你把这故事讲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今天让人家感动的地方。有的时候你自己感动，可是你唱的没有那个故事讲得很好，可是你开口唱的时候没有办法把那个东西传达出去，就会很可惜。但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你从头到尾你都 hold 得很好，有一些该轻的地方、该重的地方，你都用自己的感情投入到歌词里面，然后把它很完整的表演出来，一直到最后一个音，我想，我怎么会，有一点点小可惜。可是我一转头看到你，其实你是很自己充满感动的，那个气氛是很感染大家的，所以今天我也给你不错的分数。好，谢谢老师。好的，马上请子鸿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淑贤，老师好。淑贤第一次来，虽然有一点点紧张，你很紧张吗？很紧张。很紧张，听得出来。但是整体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而且你有你这个年纪应该有的那个稚嫩，那你声音非常的漂亮，那因为很紧张，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音不是很准，但是这我觉得没有关系，你再多练习多磨练应该会更好。OK， 谢谢老师。然后泽东这个歌唱给爸爸的歌很感动，你唱得很进去，但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你上一次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那是会让我觉得眼睛一亮，那现在开始好像又有点回去的感觉，但是你唱歌是有唱进去，可是在这个整个歌的那个起承转合编排上面，我觉得你要再琢磨一下 ，OK。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淑贤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15岁的淑贤能歌唱第一次挑战的成绩，哇，非常不错24分，24分。我们来看一下小王子东东的成绩，这礼拜表现如何？有没有机会再坐上去呢？评审请下分数。黄泽东唱给爸爸的歌《一起温老辈》，哇，24.1分。哇，好，来，马上来看我们家珍姐的成绩。现在是卫冕1关，挑战第2关，成绩如何？送给阿公的歌曲，评审请下分数。家珍姐，来，我们要家珍姐送家珍今天的分数来到27.3分，恭喜！哇，好。那这个非常谢谢淑贤啊，那你可以答应我们吗？16岁还要来，好不好？一定。好，谢谢。好，欢迎你再来，拜拜。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帮宝座，恭喜哦！
赶快继续来个恭喜咱的宋家珍姐顺利闯进了第2关，还是要恭喜东东保有候选人的资格。刚刚有看到分数，刚开始有点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很紧张，只是室友比彩排的时候有好一点点，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心情很复杂，很紧张。但是看到分数后，其实就是很开心。唱这首歌有，就是途中有闪过家人的画面，爸爸辛苦了，我努力赚钱。那你有想要跟阿公再说什么？想跟他说，虽然你不记得我，但是我很想你，然后想唱歌给你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丁美百魏小雨18关车轮战开打，首战原名魔王彻魔。我心了解，咱只有落水的情绪。小雨带来唱跳歌曲应战，可惜打成平手，未能取胜。平手。第2战摇滚魔王方琦。小雨挑战复古曲风，争取高分。最终惊险获胜。第3战情感魔王廖君明。今天唱这首歌唱得非常好，这条歌大家听了后，感觉觉得很淋漓尽致。面对强大魔王，魏小雨能抢下第2胜吗？魏小雨车轮战目前1胜1败，带来高难度歌曲，争取3连胜。香港恋情也是非常知名的一首台语歌曲，然后里面就是也很大的特色就是有这个口白，会把这个香港恋情的样貌做一个不一样的呈现给大家。爵士的编曲，我蛮喜欢你这个版本啊，我也给你不错的分数，我也会鼓励你说继续往更突破的路走。在演唱的时候，其实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可能肢体上的呈现，把这个东西再放大，然后来挑战一下醒来吧雷梦娜。我觉得改编得很好，今天的高音、列情绪、tempo， 我都觉得太棒了。魔王高分在前，魏小雨能否扭转战局？秋风吹港见，夜雾蒙蒙是，音乐声密密，波澜过一暝。是啦，犹原甲彼面同款，四边也有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当袂忍着咱两人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
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谁知影？谁知影我伫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迄一般，已经空等你3年啊！痴情的我，痴情的我，是世间第一戆的人啦！勇敢我也爱着你，东港海边多休息，情爱好，寸寸送好啦，满把乱情应难忘，痴情第一我。谢谢小雨，谢谢老师。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小雨，我认为一首歌，尤其是老歌，老歌已经这拢有口碑，是有口碑，歌词一段，口碑一段，过来这个是歌词，但是你唔好小看口碑，口碑一定伊是歌词的一段。所以呢，你讲的这个口碑的这个音调，咱讲话的音调有悬甲低，你要对着音乐的悬甲低。譬如讲，你最后有一句啊，痴情的我，痴情的我，迄毋是讲好甲讲歹的问题，是因为你为头到尾，你的音口碑的音根本对不上老师的 key。痴情的我，痴情的我，尤其是你迄个啊的时阵，甲老师迄个 key 是差了108000里。你后壁要安怎搁扭起来？是世间第一戆的人啊！开始的香港乱情又开始冲上来了，而且这个是太突兀的挖了一个坑，他的啊，痴情的我，你是自己挖坑，你不是啊，痴情的我，没有啊往上，你的音阶一直都处于你家己想要讲话迄个音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哦，也是我们新的学习啦。哦，希望你更好，但是真的要提醒你，真的要记得，有口白真的不是一件好念的事情。是的，哎，加油！好，谢谢老师。好，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君敏，老师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又进阶了啊！谢谢老师。对，我觉得你今天唱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好，然后你的真假音转换转得非常的无痕啊，我觉得很棒，很厉害，然后很稳定，是，然后你的声音的厚度，不管你在高音低音的厚度都在，谢谢。听你唱歌很享受。好，我们请黄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君敏，老师好。哇，真的是一阵子没听你唱歌，会怀念呢，怀念呢哈。而且你每次上台听你唱，都是有不一样的惊喜。我感觉你哪刚才讲技术性的东西就后为依挂哈，是，还有你的音色哈，你的掌控这些东西，你对台语的了解是搁比别人搁较深的。好，所以你讲你基本上咧唱这个强弱音的这个掌控，你是完全是教迄个台语的，教你家己的艺术，敢若咧讲话共款，你倒一句话你要动，倒一句话你要轻，吼，你拢有你的艺术。所以讲这条歌大家听了哦，干嘛觉得很淋漓尽致，就是在这边，因为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口气，把它这样子唱出来，那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谢谢你愿意来红人榜，然后再一次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谢谢老师。那小雨老师好。OK， 这个刚讲了哈，这首歌其实有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歌手都有唱出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哈。那我刚刚一看到歌词，我直接想到的是阿给拉大哥那个啊，
之前的我是世界第一个的人啦。哇！但是因为你是一个很爵士的编曲，是的，然后天幕老师把这首歌改成另外一个味道，我觉得你的音乐性也有随之调整啊。那我会觉得，基本上我蛮喜欢你这个版本啊，我也给你不错的分数。那我也会鼓励你说，继续往更突破的路走哦，然后不要气馁，好不好？好，继续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哇，这回合有2个彩蛋哇！就是廖君敏会模仿蔡琴，对，亮哥会模仿阿给拉，太好了，好精彩呀！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魔王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第3回合，魔王廖君敏的成绩来到哇，24.45分啊！谢谢老师，还好，还有机会。好，反正目前比数1胜1负，手，对，因为平手算输，好不好？哈，来第3回合，来看看魏小雨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小雨加油！来，一起来帮小雨加油！起来，勇敢乱前！24.3分。甜美的滋味就是要经过一些，好不好？考验，对，好不好？我们购物，后边购物，够有机会。现在就是寒冬来了，好，我们期待寒冬过去，梅花扑鼻香，对不对？没错。啊，谢谢寒冬，赶快把冬天送走。对，谢谢君敏，谢谢小雨，谢谢。因为我比赛比了10年，我可以了解，小雨在比赛过程中的这种努力，还有这些的抗压力，还有我们说的续航力，然后最后就是歌唱的实力。我希望就是，其实我很祝福他可以过关，我也希望可以看到他过关。然后我觉得想对小雨说加油。第4回合关键，对，就是拢爱赢。因为第4回合如果再输，我们就是第4回合就结束。对哦，无这种代志，你别当输啊啦，无输的机会啊啦，嘿啦，好不好？看你的心肝是黑的还是白的？黑的。一个介绍第7位魔王之前，我先给大家回一下系列，很厉害。这位魔王街头艺人，同时也是和音老师，也是配唱老师，演唱的资历7年，获得两岸校园歌唱大赛台湾区的冠军以及大赛的金奖。好，这位魔王一鸣惊人，请出声。其实我嘛不知影，为怎样讲等待你是我唯一的爱。奖金猎人魏其修，有请。欢迎，小雨好，老师好，还有红人版的所有观众，大家好，我是其修。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很会唱歌的？其实是算是幼稚园，因为我住南部，然后那个我们台南都会有流水席，爸爸就会很喜欢带着我去上面唱歌。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在播中南的新部，然后那时候的那个片尾曲刚好就是姚文老师的那个《摩利卡奎瓦》。是哦，所以你当时都硬要唱这首歌，对，唱这首，才幼稚园呢。人家在结婚啊，我在摩利卡奎瓦。摩利卡奎瓦。哇，你这个行为真的会被人家踏伐。可是小孩子真的都不懂。像小时候我也去人家婚礼唱《爱情的骗子》，我努力，还有 game 丢啦。对。囡仔没 get 搞啦。对啊，我听说你还有一个绝活，就是也是你们阿嬷，你们家的阿嬷很希望你们家能够再多出一个商业奇才，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一位老师了，然后阿妈就希望说我们魏家再出一位老师，所以小时候就有去学珠心算。你是什么 level？8段，心算是这样算：10级、9、8、7、6、5、4、3、2、1，初段1段、2段、3段、4段、5段、6段、7段、8段。哇，你的8段？你有看到他的手吗？对，他是从这边这样下来，然后已经回到这里耶。我跟你讲，这个我们都是什么？我们是什么看不展，什么 give 手，我们是级而已，因为我们以前念商职，然后呢，这个大概就是要有好像珠算好像要5级还是至少5、6级哈，5级才能毕业，才可以毕业。对，5级毕业啊，他那是级
之外，从段开始，那他又从1段爬到8段那样子。而且这要不断的去检定嘛。对对对。对，哎呀，很恐怖。我觉得讲他很会讲。咱无迄个概念呐。对啦，咱直接个扣，我直接念数字出来哦，我直接念数字，那你就直接给它加起来。现在吗？对，现在可以吗？念慢一点哦。我念慢一点。那个那观众朋友，请把计算机拿出来。好，那我们规则要先讲，好不好？祈求是算错这一回合算输哦。划算。我们剩2个回合，我尽量帮你的，好不好，小雨？51加23加17加48加69加78加92加85等于多少？463。463啊！对。这是8段的是零。等一下，我爱加速啊！还有一题啊，更长的哦。我问一下，因为我刚刚没在看他，我也很紧张。对，你刚刚手有动吗？有，就是有一个小算盘在我的手上。有动。那现在手不能动，手不要动。没有啦，随便你动啦。好，那你手放口袋，你放口袋。好，好，你没关系，让他看。不用了。好，让他自在。好，刚刚那速度可以是不是？可以，可以再快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了。好，来。67加15加84加46加35加28加76加94加23加10加85加46等于多少？609。白胜啊，博胜，没有，可以唱歌了。他真的不知道吗？对啊，只有我知道，只有我有手卡。对，好，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繁华拢喜帮，然后有做一点点小改编。为什么会选这一首？因为这算是我妈妈很喜欢的歌曲，因为小时候耳濡目染，就听他们唱这个歌。是 ，OK， 好啊，小雨。第4首，你要传什么彩虹架？交个传出来。在歌曲一定要做一些铺陈，等一下就是要整个释放出来了。今天特别要挑战《醒来吧，雷蒙娜》。什么？还是国语歌呢？对，然后所以这一次我特别就是邀请到陈昭伟老师来做台语词的改编。就是特别跟这首歌曲。其实有蛮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小雨在唱歌的时候，可能表情或者是一些肢体语言都比较多一点，比较大，好吧？那今天就来放一首歌，把这个全部的更放大，全部给你，让我撒出去，是挑战一下。来，欢迎第4回合。魏小雨累计2败，没有退路，搬出大绝招力挽狂澜。最有把握能获胜的是改编版的《醒来吧，雷蒙娜》。对，因为它真的强而有力，攻击性很强。想要甲你讲我想你，为什么不敢讲出嘴？今天第一次我给你满分。谢谢老师。没有看过小雨姐那么狂放我，真的很厉害。希望我就是一定胜，一定赢，加油！情是风中的花丛，起落袂当照希望，阮犹原为你在身旁。幸福，互相人伴相随，是命运已将咱来放离。风吹一山过一山，找无心爱的形影，找袂透我心内孤单。人若是听到一个陌生的人，情茫茫茫你半生空也不通。树当流水，绵绵相思。
息，谁的人谁听透，繁华拢是梦。人若是听着一个无心的人，情茫茫茫里半生，通也唔通。树当流水，绵绵相思，多情多怨叹，又甲想起。人若是听着一个无心的人，当作是注定红尘一场乱梦。天天为你梦也相思，谁的人谁听透，繁华拢是梦。谁的人谁听透，繁华拢。是梦。谢谢魏其修，接下来魏小雨带来的歌曲是《再回来爱丽娜》。怎么办，小雨？没事的，可以的，还有2首歌的机会啊，是不是？但是你已经没有。不会，可以的，一定都胜，一定都胜，要有信心。人生已经无望路，已经无人像我这么悲惨啊！你看，你离开我已经365天，天啊！你为什么无在看？为什么不可怜我？心爱，你放我。这款悲惨女声无人听，断着啊！只好家己认命，我不惊。我心内彼边，想要放袂记，想要甲你讲我想你，为什么不敢讲出嘴？一句话，一句话。我一生的愿望走到苍 ，Oh my God！ 到何时这黑梦才会散？你点点在困去，慢车是，再回来爱情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失败，当来啦，到最后又怨是无法度甲你来行到底，再回来爱情啊！失败。谢谢小雨，谢谢老师。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小雨老师好。真正拼落啊！是，爱拼，该拼。上赞的一点就是音乐之类，我特别听你靠背的那个音阶，结果你的音阶就刚好的就在这个乐队老师的这个音阶当中，我就觉得很棒哦，一家都会晓，或者是讲你早就知影讲应该这首歌我要爱高亢。要怎么样？我觉得很棒。那你今天的高音，你的情绪，跟你的 tempo， 我都觉得太棒了。谢谢老师。都读完后，容易叫我吧，然后就那个感觉就读后，纵使你的那个沙哑的声音喊出去了，我都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疯了，就是歇斯底里了。你就是已经爱个笑呀，
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棒。然后可是到了歌声的时候，你给我发都把歌声唱到遐尔好，我觉得好棒，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启修老师好，就是听你唱歌，就是很期待你唱一些很细腻的设计，比如吹袂透我心内孤单。你唱到孤单这2个字的时候，就会让他觉得，有你们这个一代的帅气，就是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经典的歌需要你们年轻一代给出新的范本。我觉得你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很酷。谢谢老师。然后小雨老师，你到底是几岁啊？为什么知道《雷蒙拉》要这么凄惨呢？这首歌，因为你要抓到这种感觉哦，真的是，可能他们新一代，你叫他怎么练，他都练不到这种感觉，因为他没有这个灵魂，你有。是我有老灵魂。你有老灵魂。今天第一次我给你满分，好，谢谢。谢谢老师。满分。哇哦！来，子龙老师请讲评。祈修老师好。祈修，你声音非常好听，谢谢。对，然后你那么年轻唱这样的歌，很有自己的风格，很有味道，声音也很干净，我觉得很棒。谢谢。然后你的吉他手跟你默契非常好。谢谢。对，你们常合作吗？那个奖金猎人就是跟他一起的。哦，真的吗？哦 ，OK，难怪 ，OK，真的那个默契真的是听得出来，对，很棒，很棒，谢谢老师，很棒。马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阿修的成绩啊，第一次来做魔王就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艳，好不好？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第18关地狱魔王车轮的第4位魔王魏启修的成绩来到24.2分，谢谢老师，很高分哦。好，马上就要来看上关键的这个分数，到底这条车轮战的路，我都继续行下去不？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小雨，小雨加油啊！到底分数会来高？哇，24.65分！哇，谢谢老师，谢谢我们的阿修，谢谢。很久没有这么紧绷的比赛，然后身为魔王，就是有点像是天使跟恶魔在打架。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可以唱好，但是一方面又怕小雨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所以就会有点天人交战。但我觉得最后还是全力以赴，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那18关，希望你可以顺利的过关。那当然，接下来19关、20关，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勇往直前。目前的比数是2胜2败。好，来到关键的第5回合了。是啊，那第5回合呢，也是我们今天的第18关的最后一回合啊。这一关呢，就是一个决战的关，那么赢了才有第19关。那我们就来应战喽。好，第5位魔王的资历：驻唱歌手，演唱经历13年，获得超级偶像季军。发行过1张专辑，这位魔王一鸣惊人，请出声。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嘛够重，凊彩讲3两句话，就想要我阮的思量。马上来欢迎曾经的张婉儿、张芳洛。大家好，学长。你好，超级偶像，对不对？哈，你是超级偶像第7届哦，第7届。那为什么本来叫婉儿，后来改名字呢？后来是因为就觉得一直都觉得很不顺，然后就问老师，对，然后就想说改一下好了。哦，对。那后来是回归家庭吗？对，回归家庭。哦，结婚生小孩。生小孩，哇！而且他很厉害啊，他在那个建筑工地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哈。那现在是在工地绑铁，就是扛钢筋的。绑钢筋，对。我跟你讲，绑钢筋现在是你真的不能小看，因为绑钢筋这个技术很重要，那个结构要扎实。机器人会使有材料要几间厝，对啦，就是有一间厝。啊，用针啊扣哈，对不？看起来普通，啊，不过地当未倒，安尼就真正，很重要啊。嘿啊，哇，这真的不容易。不会啦，还好。谢谢。所以你透早就白天做一寡地板啊，晚上
晚上就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驻唱啊。就驻唱对，然后没事的话就在家顾小孩。哎，很可爱哦。你们不会好奇说我是怎么找到对哈对哈，分享一下你怎么找到的？我后来才发现，真的演艺圈哦，到处都是朋友，这是一个好处。他的表哥是康康哎，你说那个康康运凡，洪运凡是你表哥，对啊，塞捷运那个康康，塞捷运大家都找不到咯，对，然后他跟阿婷老师鸡毛要破呢，你看看，真的这些人都混在一起的，所以其实你对这个舞台非常的不陌生。但是他太久没有回来这舞台，就会有点紧张。不用紧张啦。那你们了解一下这个我们小雨的歌唱实力？他本身就是唱台语，我本身是唱国语的，所以就很紧张啊，对。哦，语言的这个不同，对不对哈？对。但是你知道，您这一回合是决定他能不能再往下走的关键回合。对，我知道。OK， 所以不可以放水哦，哈。尽量啦，加油！加油！我们以前比赛的时候都最怕遇到魔王的什么 PK 赛，对，真的。那你要带来什么歌？黄以玲的《爱唔丢了》，哎，不是，黄以玲的《爱你无条件》。爱你无条件，紧张哈，不要紧张哈。他故意的，想说要让你轻敌啊，因为他是康康的表妹哦，有点血缘关系。康妹哈。来，那小雨呢？想要来向就是陈小云老师致敬。对，因为在其实确实在地方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之前，我真的认识的台语歌不够多。然后来到这个工作平台之后，开始大量学习，然后才好好的来把小云老师的作品一一的来认识跟了解，才发现说，天哪，太吓人了，这个唱功，然后很多的这种美感。真的很难，就是把它完全吃下来。哪一首歌呢？戚金辉还有艾琳的对朗照。第5回合，关键回合很精彩，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心肝，不管别人安怎讲，相信我的下男袂变卦。爱情无条件，缘分全看破，为你牺牲这呢大。当讲你爱我，其实才知痛。是一条梦，我不敢离别着你，我嘛不愿放。有你是源头，无你是黑暗，哪管目睭紧紧看你去爱别人。条件，不管别人安怎看，我已经决定陪你到永远。谢谢张方洛。接下来为小雨带来的歌曲是陈小云组曲。我超爱这首歌，我相信它是我的 lucky 曲目，一定可以的，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
谢谢小雨。好，雅文老师请讲评。小雨老师好。如果若要讲雷梦娜真歹唱，我会用讲雷梦娜是可以很洒脱，凊彩人安那去泼洒，亲像我拄则讲的讲，可以像疯了一样的去这样子的去推动迄首歌的感觉，无人会讲无合理。但是单小云老师的歌曲，你要唱甲讲会到位，足困难的。是真的好难。嘿，伊的困难点伫倒，伊的音真悬，伊的转弯时角真济，但是佫真柔，伊袂真恰。但是呢，你在第一首的期间会时阵呢，你在那里就会唱得特别冲。然后其实陈小云老师呢，伊不是冲哦，他是那种溃靠。可是我觉得你已经能够将这2首歌这么高亢，然后这么的有张力的歌曲，能够表现得这么好了，我已经抓不到说有谁可以唱得比你更好。现代了，真的很棒，所以2位都让我非常非常喜欢。好，谢谢，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方洛。嘿，老师好。OK， 我也是喜欢你的音色，你的声音里面有一个沧桑的那个感觉你有人生故事的一个歌声。好，那我觉得这是你唱歌很棒的一个特色。那也不是模仿的来的，我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天生的，一些结构，或者说你自己的演唱方式，然后你有这样子的声音，所以今天来当魔王真的是很不容易。对 ，OK， 好，那个小雨在第5关了哈，我觉得你应该压力也蛮大的哈，这只能赢不能输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方洛又这么有特色，你怎么办？但是你拿出来这个陈小云的主曲，我觉得是非常有诚意的，然后而且你是准备十足的哈。那我唯一如果说要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你可能可以降一点 key。然后让你的歌声更有弹性一点。当然现在压力很大，可是不要放弃，好，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老师。好，请阿德老师讲评。方洛，嘿，老师，我很喜欢你的造型。丈母娘吗？什么？我现在已经当丈母娘了吗？没有啦，怎么可能？啊，就是为什么喜欢你的造型呢？就是其实你们今天2位哦，都有想办法，而且真的也做到了，就是跟原唱很不一样的版本。方洛，你这首歌哦，是我听过那么多人唱《爱你无条件》唯一一个哦，把那种洒脱唱进来的。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真正的内心的重点不是哀怨，而是潇洒。只有潇洒人才有勇气，才能做到爱你无条件呢，对不对？不然怎么做得到？我觉得这个歌你从头到尾都让我感觉到很真情，这是最酷的。谢谢老师。小雨。跟你分享一下，你这么要跟陈小云老师致敬嘛？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最近跟他碰面的时候，他讲过，他唱歌从来不会强势，虽然他看起来很强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其实他是能咖喱台戏的一个典范呢。所以，但是你唱这个歌不可能跟他唱一样的版本吧？不然你的存在感在哪里？所以你们2个今天都有做到这件事情。方洛，你是唱国语歌比较多，对不对？对啊。我们有机会听一句吗？哦，可以。可以吗？好。爱上一个不会讲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追问，我觉得这个人不回家都该打，真的很有真情。OK， 好，谢谢啊，谢谢你多送我们2句这样。啊，马上来看成绩，来，魔王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第18关女魔王车轮战第5位魔王张方洛的成绩，哇，这个分数24.45，24.45 ，OK， 好，
目前的比数是2胜2负，最后一个决战的第5关，这关赢了就是19关，这关没有过就停在他的17关。对，到底第一轮的地狱魔王车轮战的过关不？小雨的最后一个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来为小雨第5首歌最关键的成绩来到了24点6分。谢谢方乐，谢谢方乐，不要紧张了哈。谢谢 ，OK， 感谢你，谢谢我们的康妹啊，下次可以跟康康一起来吗？一起来，好不好？好，一起来合唱一下。好，谢谢方乐，谢谢。哎呀，我们的车轮战的第18关的第1轮呐，小雨就真的是安全过关。我们期待他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好，恭喜魏小雨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谢谢老师，恭喜魏小雨顺利闯进了第1轮的地狱魔王车轮战，来到第18关哦，加油！我可能会比小雨还要紧张吧，因为我会觉得我会希望他过关，因为大家都是比赛选手，当然都会想要赢，然后就是不要被打败啊，感同身受。对。魏小雨19关魔王车轮战，魔王大军阵容坚强，超级星光大道亚军。哦，阮亲弟弟。我抓不出毛病，我就觉得小雨就会很危险。周定伟，他的成绩来到了，哇，24.5，超级偶像冠军。全部心情搁爱别人，若无你快乐已经无望。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那个全是情感，张力是非常厉害。曾玉佳的成绩来到了，哇！马来西亚选秀冠军。非常震撼，炉火纯青的音色。吴慧仪，跳力，哇，不，这什么成绩？魏小雨卫冕最大危机。精彩内容就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白沙屯妈 PP 石墨烯冠名赞助播出。